一直以嚟，香港有唔同勞工團體都為工人抱不平，指出工人收入往往追唔上整體經濟增幅，部分工人畢生從事嘅職業更逐漸被時代巨輪吞噬，變成夕陽行業，甚至生計不保。好似碼頭運輸業，因為行業日趨現代化，部分工序由機械取代人力。以往喺碼頭做搬運嘅苦力，即係俗稱嘅咕喱，呢個行業喺好耐之前開始已經逐漸被淘汰。睇下1982年嘅報導。貨運業日趨現代化，貨物嘅運輸應該唔再依賴人力㗎啦。但係香港依然有萬幾個碼頭嘅工人以氣力為生。以前啲碼頭工人主要係集中喺西環。近年嚟，因為政府積極咁樣擴展貨物嘅裝卸區，佢哋嘅工作範圍亦都擴散到去港九新界沿海嘅散貨碼頭。碼頭工人除咗喺岸邊上落貨、搬運貨物出倉入倉之外，仲要跟埋等船出海裝卸貨物。不過由於起重機同埋各類嘅運輸機械日漸咁樣普遍，碼頭嘅工人嘅重要性已經減低咗，而工作嘅情況亦都大大改變。以往無論乜嘢嘅貨物都係靠碼頭工人行呢一條獨木橋搬運㗎，但係而家就好多都會用起重機代勞，工人就變咗配合呢啲機器工作。不過機器並非係萬能嘅，碼頭工人傳統嘅謀生工具，好似鐵鈎、擔挑，到而家依然係大派用場。至於點算貨物嘅數目，佢哋仍然係用緊百幾年前嘅方法。每搬運一件嘅貨物就攞一條籌，籌嘅總數就係貨物搬運嘅數量。呢種派籌嘅方法交收清楚，避免爭執。雖然時移世易，但係碼頭工人嘅生活習慣就並冇改變嘅。佢哋每朝開工之前都會飽餐一頓，應付體力嘅消耗，而且每日3餐都要飲酒。啲工人話飲酒可以消除疲勞，飲酒之後呢係會精神百倍、氣力充足㗎。碼頭工人經常係要等船、等車、等貨或者係等人，每日嘅工作有唔少空隙嘅時間，期間佢哋係往往喜歡玩返幾手㗎。而家碼頭嘅工人嘅制度多數係採用包工制，只有少數係貨倉僱用嘅長工。所謂包工制係由一個咕喱頭帶領10個左右嘅工人工作，一切嘅交易都係由咕喱頭啦係同顧客接觸㗎。呢種嘅包工制度之下，工人同僱主嘅關係屬於臨時性質。據倉庫碼頭職工會嘅發言人話，碼頭工人往往因工受傷，都係得唔到賠償㗎。喺幾年前，佢哋提議由政府、僱主同埋工人組織一個公積金嘅制度，保障工人退休之後嘅生活。但係多數嘅僱主認為，僱用嘅工人係屬於臨時嘅性質，所以唔願意參加呢項嘅計劃。